大家好，今日嚟到10月28號，神操寶寶繼續喺神操咧幫大家咧就睇 fit 馬，報告翻有一啲比較深刻啲嘅馬俾大家先。咁啊，先嚟E496管之友，係咪呢隻馬咧？過往就係跑啲中長途距離賽事啦。咁啊，喺佢未狀態十足嘅時候咧，好多時一起步咧，成日都會慢閘嘅呢隻馬嚇。咁啊，雖然今季未跑啫，咁但係神貨官咁以一隻即係跑開中長途馬咧，佢又唔算話太過差喎嚇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初出如果有啲賠率嘅話咧，都可以睺下。咁啊，另外就 H408啦，合夥奔馳啦。咁啊，喺直路快跳嘅時候咧，保持一個輕輸報頭嘅感覺嚇。咁所以呢隻馬咧，過往都係一隻保持狀態都好好嘅馬嚟嘅。咁啊，keep 住都要留意啦。H439健康快車今季就未跑嘅嚇。咁啊，過往都係一隻幾有能力啦嚇，成日直路同佢嚟爆一段嘅馬嚟㗎。係咪？所以初出嘅時候，如果報翻啲適合嘅路程咧，大家都可以留意啦。咁啊，然之後仲有隻 H485手機標靶。喺暑假睇佢出嚟嘅觀感咧，就未算話太過十足，但係今季跑咗一場之後咧，最近見翻佢咧就唔錯，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。咁啊，除咗呢幾隻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係星期四晚會出嚟跑嘅馬，先嚟 J020啊，跑得好快。咁啊，呢隻馬咧就喺暑假快跳嘅時候咧，我已經覺得佢個觀感神色係唔錯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佢就即係真正出嚟跑嘅時候，就好似有啲失望啊！我覺得嚇，佢就進步位就唔會再向上攀升噶啦嚇。咁但係落咗班之後呢，有啲賠率你都可以搏下佢。咁啊，再數落去就係 K239啊，咁就順善寶啦。咁啊，都係跑第5場嘅賽事啊。咁啊，神貨觀感呢，佢就一次比一次好噶啦。我覺得佢都開始呢。敲門，大家要留意計數嚟計算呢，有啲輕磅喺而家呢個班次呢，配腳都可以兜埋佢。而最後一隻就 H354啦，精算特殊跑第4場。咁啊，神貨觀感呢都保持一個好好嘅狀態嚇。咁啊，見佢快跳呢都係有力度嘅。咁啊，啱啱贏完轉過嚟跑泥地，承接住呢一個嘅狀態呢，呢一場都係要留意㗎。咁啊，以上呢就係今朝早我覺得比較上係吸睛嘅馬匹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 remark 定啊。咁啊，嚟到星期四晚呢，沙田呢會有8場泥地啦。咁都搞咗場同大家分享。第6場4班1650米啊，呢場呢有3隻半冷門呢，大家可以睺下。先嚟1號嘅金區永騰啊，上一場嘅賽事呢，第一次入 Q 啦，都追得非常之好啊，僅輸俾天使名區嗰一隻馬好鬼 fit 㗎，所以呢場呢，希望佢繼續有追勢啦。咁啊，另外一隻13號風繼續吹啦，呢隻馬已經跟咗2次，因為神貨觀感，我覺得佢狀態非常之好。不過係個跑法比較上蝕底，成日都要靠追。希望呢一晚嘅泥地呢，就唔好話太不利追啦。第3隻14號大利好運，上一場呢，我都有揀到佢，狀態係開始即叫做有走勢啦。1200米睇嚟都真係嫌短少少啊，彈唔着啊。今次翻嚟1650米呢，有賠率，亦都唔好忽視佢啊。所以呢場嘅賽事我揀1號金區永騰、13號嘅風繼續吹、14號大利好運，2重彩3隻互穿複式啊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